3分鐘呼吸空間。而家如果你覺得適合嘅話，慢慢合上眼睛。第一步，讓我哋覺察而家自己內在有啲咩發生緊，留意一下有啲咩念頭浮現起嚟，你觀察到。我哋只係去留意呢啲升起嘅念頭，然後我哋又留意一下有啲咩情緒浮現喺呢一刻。特別係如果有一啲唔舒服或者唔愉快嘅感受，我哋都留意一下。呢一刻佢喺度啦，我留意到啦。而家又慢慢感覺下你嘅身體有啲咩感覺，你留意到呢？比如係有啲地方你留意到繃緊，或者其他嘅感覺，只係去留意下佢哋。當我哋注意到自己而家內在思想、情緒、身體感覺有啲咩發生緊之後呢，慢慢我哋將注意力集中返喺呼吸上邊，留意住每一下嘅吸入、呼出。留意住吸入、呼出嘅過程，身體係點樣起伏、脹起、沉低。吸氣嘅時候，我哋知道自己吸緊氣；呼氣嘅時候，我亦都知道自己呼緊氣。讓自己嘅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面。最後呢，讓你嘅注意力由呼吸擴展到整個身體，擴闊你嘅注意力，好似呢整個身體由頭、膊頭、背脊、面部、雙手、雙腳都好似感覺住你嘅呼吸，好似整個身體都呼吸咁樣。當你覺得準備好嘅時候，就可以慢慢讓你嘅眼睛睜開。